跟着你一起去嘛，好嘛？没呀，你看啊，没有，今年我们跟着我那个看样子嘛。没跟人看了那个把路的身份问他，下次他们跟着我怎么办？原来冻恋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和抢鸡蛋联系得这么紧密，双方在抢鸡蛋之后要进一步了解才能约会。那么我们能拍到王峰和马伟的约会吗？我们并没有底。马伟家所在的九立村距离王峰的家有2-3公里，这条山路是必经之路。3天后，我们从马伟处得知，今天王峰要过来，于是就在这条路上等他。傍晚，我们终于在山路上等来了王峰。哎呀，不敢了，哎，不要拍。既然小伙子不让拍，我们只好驱车提前来到姑娘的家，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再试一试。在我们赶到九立村大约1个小时后，王峰他们出现了。我们发现他们边走边吹着树叶，就是山歌里唱的木叶，这是一种联系方式。木叶声就是约会的信号，而用木叶声召唤心上人，也是中宝苗族流传了千百年的风俗。据说这个风俗跟一个传说有关。相传在很久以前，有个小伙子始终没有抢上鸡蛋，就用笛声抒发郁闷。没想到因为木叶声悠扬动听，打动了一位姑娘的心，并由此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。后来吹木叶就演变成求爱的信号，被流传下来。虽然有着现代的通讯工具，但这里的年轻人仍然遵循传统，使用木叶传情。果然，在王峰他们木叶声的召唤下，马伟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中，而且他也居然和王峰一样带了一个伙伴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事前经过我们再三的恳请，姑娘答应我们可以远距离观察，但不能靠近打扰她。不久，我们看到王峰带来的男伴径自走了。马伟的伙伴也向另一个方向走了，只留下了这对恋人。原来按当地的风俗，约会必须有男伴和女伴陪同。他们的伙伴来陪同的目的，一是做个见证，二是给恋人们打打气，说些鼓励的话。第二天，当我们再到马伟家的时候，没有见到他本人，只有马伟的母亲在家。他说，马伟从昨晚到现在一直没回来。我们问老人家马伟去哪里了。阿婆啊，你还帮哪个缝衣服啦？帮妹仔缝嘛。帮妹仔啊？哦。他昨天晚上回来了没有？昨天啊？没来嘛。那看哪去了？
刚刚没来了。刚刚啊？我们好像看到他和那个男娃子出去了。没来嘞。哦，你同意没啦？你同意他和那个？没再打了，同意了。哦，你同意哈？你没反对吧？没反对。哦。他打了，领他出去找饭吃的。你见过那个男爸爷没？男娃子？没见过呀，只要他自己同意就得了。可以看出，母亲对女儿这件事很满意。按照他们的风俗，只要马伟回家后表示认可，这桩婚事就算是定下了。这对他们母女来说，都将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但我们在村子里等了整整1天，也没有见到马伟，于是只好去找马伟的好朋友王芬，也就是昨晚陪马伟的女伴打听情况。昨天晚上你和你小玲姐姐去哪去没？马伟姐姐晓得去哪去没？我没懂。你没懂那去哪去？你见到他没有？今天？今天啊？今天我也看没见他。你看见？你晓得他去哪去没？没懂。我们感觉到，王芬包括马伟的母亲在内，他们似乎早有默契，也许是不愿意我们这些外人去打扰马伟他们，亦或是他们真的不知道马伟去了哪里。不知道一般冻炼要多长时间，我们想等马伟他们回来后再试试看还有没有机会。有些那个感情比较好的那种对象呢，他到洞里面去这个谈恋爱呢，这个有些在里面洞里面谈了有1个星期有2、3天也有。在村里等待了几天，我们依然没有看到马伟的身影，看来短时间内他是不会回来了。中宝乡有这么多天然形成的山洞，到底哪一个是他们的藏身之所呢？不过陪同我们拍摄的王景和说，没拍到也没关系。其实真正的冻炼也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，就如同生活在城市里的年轻人去看电影、泡酒吧一样，冻炼只不过是中宝苗族的一种恋爱方式。据民族学者推测，冻炼这种风俗应该是古代母系社会的遗风，因为整个过程中姑娘都拥有主动权，在正式婚姻之前选择对象并进行冻炼，以检验对方的繁育能力。不过现在在中宝的年轻人去冻炼的已经不多了，这或许也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。